圍爐問如果，香港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美國南加州大學高級歷史學人李家豪，資深音樂文化節目主持薛梅。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另一個可能。我仲好記得當日第一集，因為朱福強坐我對面，當我講緊哇閃閃發亮我對眼，哇冚唪唥喎，哇！跟住佢個眼神，佢冇佢你知嗰個 gentleman， 佢唔需要講出口，但係佢眼神，我同佢而家拍檔咁耐，心領神會。佢意思即係話，即係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咁樣望住我。有啲檔案咧係去咗英國嘅檔案，係嘛？喺嗰度會有冇咧？嗱呢個有問題啦。佢嗰度有冇咧？有冇唔敢肯定。無期檔案嘅喎，但係最低限度咧，即係我哋多咗個希望啦。嗱，盧奇之死一路咧就係話，其實佢有當中係對港英政府係有引起相當嘅尷尬同埋係複雜性㗎嘛。究竟點樣死？少偷離奇㗎嘛。呢個少少，唔係你淨係講嗰度係咪呢啲檔案係咪一定令政府令呢個政府尷尬咧？呢度要少少解釋先，或者我俾個注腳嗰度。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之後成立嘅華倫調查委員會 Warren Commission， 主席係當時嘅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成員一共有7個人，包括參議員、眾議員同埋前中情局局長。佢哋報告結論係奧斯瓦單獨行兇，冇證據顯示有陰謀或者外國勢力參與。不過呢個結論一直好有爭議，好多學者指出，中情局同埋聯邦調查局當年隱瞞咗關於奧斯瓦嘅重要情報，令成個調查唔夠透明。上一集提到專門研究甘迺迪遇刺案嘅記者莫利曾經話，中情局嘅阻撓同埋掩飾態度由1963年就已經開始，而不幸嘅係呢一種態度一直持續至今。另外，曾經喺奧巴馬總統任內，即係2009至到2011年擔任中情局局長嘅 Leon Panetta 帕內塔喺訪問中講到，就佢所見冇任何新資料能夠改變到奧斯瓦單獨行兇嘅呢一個結論。帕內塔其實同我哋一樣，都好想知道中情局嘅檔案裡面到底有啲乜，但係佢解釋話，講真，當你係 CIA 局長嘅時候，你主要關心嘅係眼前世界嘅威脅，而唔係幾十年前嘅舊案。佢亦都指出，中情局往往擔心，即使喺事隔幾十年之後公開文件，仍然可能危及機構嘅情報來源或者人員嘅安全。今集繼續討論 JFK 新開檔案當中有冇更有用嘅資訊，而香港又有冇案件係同樣機密又引人猜疑嘅呢？你點睇咧？即係譬如你今次嗱，因為咧你就話哇，間唔時又震盪療法下，間唔時又心肺復甦下，即係不斷撩下你啊咁。但係過去咧，官方咧就係由一開始，譬如 Warren Commission 啊，當年嗰個大嘅調查團，係官方係由信我啦咁，你信我哋個 Commission， 由信我變成而家係哇，我揚晒出嚟，冚唪唥俾你核對咁，輿論。可能以前就由情緒話，哇！你要信我咁，即係呢啲陰謀論嘅滋長都話，而家變成大家係 focus 喺證據嚇 ，evidence centric 咁。呢個可唔可以話係一個一大嘅進步？定係你都會覺得話，咦？我俾得你睇，有乜都已經 sanitize 咗㗎啦，我已經係淨化晒先俾你睇㗎啦，都冇乜話令你覺得係有啲咩嘅觀感上嘅變化？定係你話唔係嘅？以前咧係由信我變為俾你核對，呢個係一大嘅進步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你覺得？我覺得都係一路走來都係差唔多嘅啫，一路走來都差唔多。即係當然你話係咪有進步咁啊？可能即係你喺群情洶湧底下，喺壓力底下又開啲，你再逼一逼我又開啲，咁樣俾我又開啲咁樣，係咪？咁即係咁樣嘅啫。因為嗰陣時應承過幾時開，咁所以要開啲咁樣。到你開啲嘅時候，你考慮係咁樣啦。但係當然佢檔案真係好多嘅，真係好多。嗱，第一我哋冇睇過所有啲檔案啦，實際上我哋冇乜資格。喺我嚟講，我覺得係冇乜資格去討論呢樣嘢嘅。我都冇睇過啲檔案，即係我哋只不過係從佢一啲報道咁樣嚟到去討論呢樣嘢嘅啫嚇。即係所以我淨係講嗰啲，我話一開始我就有免責條款喺度啦，即係純粹係個人嗰種觀感，個人做檔案嘅時候呢個觀感嘅啫，係嘛？家豪你話佢一路以來有冇進步嘛？梗係會有啲進步嘅，即係佢冇開過啊嘛，而家開有冇開過？冇開過。以前 redact 咗呢啲嘢，佢而家唔 unredact 佢，咁當然係進步啦咁樣。但係 meaning what 個意思喺邊一度咧？你講呢啲進步，
係嘛？當然啦，我哋今日討論呢個，如果你中意聽到依家，好明顯我哋唔係淨係純粹話，哇個檔案裏面有啲咩睇啊！如果有啲咩睇，你自己係一個好中意追 JFK 檔案，你自己一早已經追咗啦，由3月開始嘅時候已經過咗半年啊嘛。咁啊，但係中意聽我哋而家係淨係聽下背後裏面檔案嘅哲學，或者係我舉個例啫，即係譬如話，即係如果係先將一啲叫依法必遮 officially 需要 redact。依法係要遮咗嗰啲，先將嗰啲從冇必要保密係分開嘅，剩低嗰啲，哇！即係先至係歷史要追嘅嗰個沉默啊嘛。其實有時好多嘢即係等於話係言外之音一樣，睇到嗰啲一樣嘢，但係我哋睇唔到或者係背後嗰啲先係大家好想追，或者係背後嗰種沉默係想睇嗰樣嘢啊嘛。由我哋上次講東德嗰個檔案等等一樣，都係即係都係呢啲我哋中意係。喺呢一個嘅檔案嘅哲學啊，應該話咁。如果體系裏面咧，即係長期係知道好多，但係冇辦法拼湊起嚟。咁而家就係想揾多啲裏面背後嘢。不過咧，阿朱福強都認咗公道嘅，佢話：咁你每人嘅角色唔同，或者每人你對檔案嘅興趣唔同，咁你有啲人可能就係好專係就係想睇下有冇一個嘅 conspiracy 或者你想中意體系嘅嘢嘅體制上外面嘅嘢，有啲覺得嗰啲先係主菜。都得，咁每人唔同，咁係咪即係各有喜好各有中意嘅嘢。JFK 嘅新檔案公開後，有以下幾點係值得討論嘅。第一，新公開檔案顯示 CIA 早就喺暗殺之前有奧斯雅嘅檔案，掌握佢去墨西哥城出入蘇聯古巴使館嘅行為。咁 CIA 到底知道幾多？係咪有疏忽，定係刻意隱瞞華倫委員會？第二，部分檔案提到奧斯雅曾經同古巴流亡者、反卡斯楚流亡組織，例如 Alpha 66或者親卡斯楚人士接觸。呢啲接觸係隨機定係佢被刻意引導？會唔會有更深層嘅滲透同埋挑撥？第三，新檔案顯示暗殺前幾個星期，特勤局同埋 FBI 收到威脅，知道奧斯雅呢個人，但係就冇採取保護措施。呢個係單純失職、協調失誤，定係系統性隱瞞？第四，部分解密內容涉及蘇聯 KGB 古巴情報機構對暗殺嘅反應、內部分析或者有可能預先知情。呢啲外國情報係咪屬於事後推測，定係真係有暗示？第五，新檔案揭示美國政府內部對媒體同埋國際反應嘅擔憂，仲有信息管理，係咪有刻意塑造單獨槍手呢件事，以維持國內外嘅穩定？最後，拜登政府2023年釋出咗大約99% 嘅文件，但仍然留低1%，大概幾千頁係未公開嘅。點解60年之後仍然唔能夠完全透明？係單純保護情報來源，定係掩蓋過失？對大眾嚟講，我純粹就會覺得可唔可以睇闊啲呢？唔係淨係睇究竟係邊個開槍。呢個就一路大家都想知㗎啦。李小龍係咪馬上風？你茶餘飯後都講㗎啦。但係可唔可以睇得更加以外嘅問題啊？有冇嘢可以避免嘅？我相信而家我上 Reddit 或者睇好多 forum， 大家可能個聚焦調翻轉，反而係睇下，咦，究竟其實成件事係咪可以故意讓佢發生咧？呢樣嘢嘅避免咧或者周文懷其實係諗緊啲乜？李小龍嘅死咪可以避免咧？其實去到呢度多過話係佢馬上風喎，即係可能會變化㗎嘛。啲人嗰個角度一路留意嘅時候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善梅，如果你係喺一個外面嘅一個讀者或者一個傳媒人去睇嘅時候，即係你個角度都可以係唔同啦。咁但係聽你咁講咧，就係都係好似，除非你係真係好中意呢啲 conspiracy theory， 但係對你嚟講，你都未必有一個好強嘅胃口去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cake， 係咪應該咁講啊？都係㗎，因為特別係頭先你提到話，明明有好多已經遮黑咗，然之後都公開咗出嚟啦，即係曾經遮黑而公開嘅檔案，而家都將嗰啲話晒俾你聽，但係其實最後都係對於刺殺嘅真相啊，佢係咪真正嘅兇手啊？兇手有幾多個人啊？有冇幕後嘅即係一啲團體啊？又或者有啲咩嘅幕後黑手啊？咁其實全部都冇，即係全部都係幫唔到咯。總之就幫唔到件事。朱福強，如果你喺你幫唔到件事啦，呢個就呢個就一個無奈啦、遺憾啦，或者對啲人，因為對啲人真係諗緊等嗰個奇點嘅爆發㗎嘛，就係等嗰下 boom。同埋其實最得意，仲有一樣好得意就係咧，呢邊咧，即係我哋淨係知道，即係特朗普上任之後，佢就話我一定要開晒呢啲嘅檔案啦。咁跟住當佢即係半年前開完之後咧，
其實呢度嘅報道係少之又少。跟住即係唔係你講我先至發覺，唔係喎，原來開咗個咯，咁樣都冇，即係你睇無關痛癢到都冇人講。係，我哋3月嘅時候做一開始呢個 History Podcast 就啱啱佢開啊嘛，我仲好記得當日第一集，因為朱福強坐我對面，當我講緊哇閃閃發亮我對眼，哇冚唪唥喎，哇！跟住佢個眼神，佢冇佢你知嗰個 gentleman 佢唔需要講出口，但係佢眼神我同佢而家拍檔咁耐，心領神會。佢意思即係話，即係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咁樣望住我，即係覺得我隻眼閃閃發亮，好似執到金，哇！有嘢睇啦咁。你喺做細路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咁樣嘅一個眼神，即係如果係咁嘅話，睇落香港啊，朱福強，咁香港有冇啲咩檔案令你間唔時拗你一嘢，而到你而家已經人到呢個人生階段，你都覺得嘥氣啦，我唔會永遠都知道結果嘅，即係哪怕80年後真係開放，有冇啲咁嘅檔案你係覺得永遠都唔會有真相嘅咧？如果擺翻落香港嗱，我知你好中意研究睇香港嘅檔案啦，梗係會有嘅，即係梗會有啲咁話邊單啊？譬如好多即係話你係好關心，但係關心到有啲 fact up 都知道，即係 JFK 咁，我都唔已經麻木，即係佢覺得唔會有，永遠都唔會知道真相。即係只能夠講一啲，譬如話遠少少譬如阿盧奇嘅死因咁，你都係即係一報道之前阿盧奇點死咁樣。盧奇咧就要睇下黃碧雲咧嗰本用檔案編製嘅小説，雖然小説啦，其實真實嘅內容啊，就叫盧奇之死啊！哇，喂，值得講下盧奇喎，揾一集你講先。好，你講起突然又撩起我個胃口添。盧奇曾經參與1966年嘅反天星小娘家架示威，之後被拘捕同埋判刑4個月。出獄之後，報道提到佢精神狀況開始惡化，成日懷疑自己俾人跟蹤同埋威脅。1967年3月被發現吊死喺住所，死前佢留低一啲字條，內容透露孤獨同埋社會嘅失落感。雖然官方裁定佢係自縊身亡，但係當時嘅民主人士表示懷疑。之後，公眾、社運人士同埋家屬對警方同埋殯儀館處理遺體嘅過程表示不滿，擔心警方草率結案同埋隱瞞真相。部分人士認為應該公開驗屍及召開公祭，以表社會悼念同埋要求真相。處理盧奇喪事期間，殯儀館一度被抗議者滋擾，有青年試圖搶遺體，與警方同埋館方發生衝突。事件引發更大嘅公憤同埋輿論關注。圍繞官方說法持續爭議，成為60年代香港社運史上嘅一單象徵性事件。即係呢啲，即係譬如話，你係咪將有個真相咧？將來可唔可以真係有個真相咧？有時我都會覺得好灰暗嘅，即係都幾難揾到個真相。或者可能佢嘅死本身可能真係就咁樣都唔出奇，係嘛？即係如果根據當時官方嗰種報導，係嘛？尤其是香港政府嚟講，佢個檔案嘅管理一路都唔係話咁完善，有好多檔案真係可能就唔係有心去銷毀佢，可能都係因係唔見咗。有一個時期喺唔知60年代邊一年我唔記得咗，大水啊，香港落雨 flooding， 成個呢個布政司署，即係當時啲政府總部喺嗰度啊嘛，係咪啊？嗰個地下浸晒，即係其中有個檔案庫喺嗰度啦，都浸晒啲浸晒嗰啲好多檔案。其中即係比較著名嘅就當陣時嗰啲嘅 Hong Kong HKVDC 啊，即係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志願軍啦，即係嗰啲檔案咧，差唔多都係咩啦？即係又唔知點好多重要嘅檔案都浸爛晒。咁所以你諗下係咪真係會有啲嘢，即係冇個真相，即係永遠都你都查唔到嘅。有相關嘅檔案根本可能都係損毀晒嘅，唔係特登有人去銷毀佢而係自然環境底下都唔知，即係呢個咁嘅灰飛定係飛灰煙滅話嗰個係咩啊？灰飛煙滅啦，即係咁啦。如果而家喺香港歷史檔案處嗰度咧，可唔可以睇到嗱？因為我知道黃碧雲咧就用咗好多歷史檔案咧去寫盧奇之死啊，所以想揾聽眾就話好想得閒去檔案館睇多啲關於盧奇嘅檔案、盧奇之死嘅檔案，或者警察點樣當年跟蹤佢嗰啲檔案，用多唔多盧奇嘅檔案嘅喺檔案處？嗱，我冇做過個 inventory 啦，黃碧雲嗰本書有冇佢個 footnote 有冇即係記低晒佢呢啲咁嘅出處啦？咁睇睇佢本書寫啲咩嘢啦。
盧琪之死係香港作家黃碧雲喺2018年出版嘅非虛構小說，作品結合文獻、歷史資料、媒體報導、證詞同埋檔案，並穿插作者嘅抒情語言同埋補充材料，形成拼貼挪用嘅敘事風格，突破咗傳統小說嘅界限。因為盧琪嘅死咧，就等於喺香港嘅 JFK。即係如果我咁關心 JFK 嘅檔案咧，即係等於盧琪嘅死一樣，又係縈繞咗我諗好耐嘅嘢咁樣。咁你哋撩一撩又係喎，即係當然係另一盆冷水啦嚇。即係當我會唔會覺得我後生過你，咁我會唔會有可能我去到你嘅年紀，我仲喺度嘅話，我咪可以睇到盧琪嘅死嘅真相咧？咁我係有啲期待噶嘛。俾你而家咁講又話。都係唔使，又係你係會知咁，又係嘥氣啦，又係呢對，你係覺得我哋有生之年係應該唔會睇，亦即或者永遠啊，你咪咁講啊，永遠你都唔會知道盧琪係點樣死，係咪咁理解？定係我可以有啲寄望咧？我自己都咁你有寄望嘅，你咪繼續寄望落去咯。不過即係我都話喺呢方面，我係會係悲觀啲咁嘅嚇。你保持樂觀好啊，知唔知？喂，唔係即係證明你仲後生咯。嗱，唔係嗱，有啲嘢咧，你永遠咧就後唔後生，或者等於我個仔係咪將來睇到盧琪嘅檔案咧？唔係話佢長命或者等得耐就睇到啊，而係我係基於事實嘅判斷啫。嗱，我舉個例嚇，頭先我哋同阿朱福強好中意都討論呢啲問題，就係過往嘅我哋夠唔知有啲檔案係本身存在㗎，咁但係因為歷史嘅偶然。即係我哋之前提過，因為茅茅之亂咧，佢要控告英國，希望咧係要將一啲因為喺殖民之下，其實盧琪之死都係一個咁嘅大環境啫嘛，喺個殖民之下一啲叫做殖民地黑歷史嘅檔案係 suppress 佢。英國政府解密嘅官方檔案顯示，肯亞茅茅之亂期間，即係195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曾經秘密施行大規模鎮壓、酷刑同埋虐待措施，並長期掩蓋真相。檔案顯示，政府曾經違規將大量證據同埋文件收埋喺外交部密室幾十年，只因擔心日後會被訴訟追究。公開之後證實，英國殖民者對肯亞茅茅成員進行非常殘酷嘅刑罰，數萬人被遷入監管營，死亡人數遠高於官方統計。2011年，倫敦法院裁判肯亞幸存者有權起訴英國政府。同年，外交大臣公開道歉，承認殖民政府行為，表示深切遺憾，賠償受害者1400萬英鎊，並於肯亞首都建立紀念碑。呢啲檔案成為肯亞獨立史中揭露殖民暴力同埋伸張正義嘅重要證據。你唔知嗰啲檔案存在，因為你一路討論就係你個認知都唔知有一啲咁嘅檔案。喂，第一原來上咗法庭養咗出嚟係有更多，原來牽涉唔係淨係茅茅之亂啊，原來係仲有更多其他嘅檔案。喂，咁你先知原來有嗰啲檔案嘅存在。咁我真相咪有咯？咁我個問題就係話，可唔可以係你都永遠都唔使諗住旨意知道盧琪點死？會唔會就係同一個理論？喂，其實有好多檔案係病埋咗喺 Hanslope 或者外交部一啲秘密嘅倉庫。係包括盧琪之死，只不過我哋唔認知嘅存在，佢亦都唔係香港檔案處，佢移送咗去英國。喂，咁我有一日咪知道真相咯？咁我點可以咁肯定話你唔會知㗎？咁咧，朱福強係啦，冇錯，即係你講得好啱，好啱，即係你講出呢個，我又喺道德高地係咪？即係用事實咁我同你傾啫，係啦。呢個就同道德高地冇關係，因為你講出另外一個檔案嗰個源啊，即係話咧，我哋係講香港檔案啫。突然間而家即係你提出呢個另外一個咁嘅議題咧，就話有啲檔案咧係去咗英國嘅檔案，係嘛？喺嗰度會有冇咧？嗱，呢個有問題啦。嗰度有冇啊？有冇唔敢肯定？無期檔案嘅喎，唔敢肯定。但係最低限度咧，即係我哋多咗個希望啦。你而家講緊嗰堆檔案咧，就係喺 Hanslope Park 啊，即係呢個外交部啊，即係佢個咁嘅秘密倉庫有咩都。香港嘅檔案幾多啊？阿 Simon，香港檔案嗰度有幾多幾長啊？香港有幾百萬㗎，有幾百萬個 file，好似200萬多個 file。幾百萬個 file 喎，我相信係有盧琪之死嘅檔案喺裏面㗎。咁啊好，咁第時呢啲檔案開放嘅時候，你咪可以睇咯。但呢啲檔案幾時開放，而家都未知，好多爭拗係嘛？嗱，因為咧咁講，你應該咁講，呢個咧就好豐富嘅。而家都講下先，但係我哋可以另外一集。但係等聽眾都知道少少背景嗱，因為咧即係因為呢個好 juicy 嘅呢個，因為咧我哋一路講檔案咧就係講現成現有
現存 catalog 咗，哪怕佢未公開啊，即係等於你喺英國檔案館嘅 catalog，你會見到佢即使係 classify 冇公開係保密檔案，你都 catalog 睇到有啲咩檔案噶嘛，佢哋都會話俾你聽，而家唔公開或者幾時將會公開，或者隔幾多年會公開，咁我哋知道佢存在啊嘛。但係而家我哋講緊點解話盧奇之死或者其他檔案係會抱有希望咧？就因為有啲檔案你根本上唔知道佢存在過，咁而講緊唔係話啲小幾個 file 喎，而家講緊係幾百萬個嘅一啲咁樣嘅 item。我加更正先係嘛？嗰個咧我係只係 call 緊嗰咧佢全部嘅啫。但係其中香港嗰部分咧，我更正啊，香港嗰部分咧係有差不多9萬份。9萬份即係話嗱，你頭先你講嗰幾百萬就係成個殖民世界裏面，英國殖民世界裏面啦。但係嗰9萬份裏面，喂，一個唔少嘅數量，同埋佢嗰9萬份唔係話9萬份嘅公務上嘅好輕騎嘅檔案喎，嗰9萬份擺得落去 Hanslope Park，全部都係唔方便見得光啊！上次都因為係茅茅之亂引申到官司，咁先至意外曝光咗，原來香港都有9萬份呢啲嘅，真係即係你用常理就應該覺得係嗰啲絕物或者係引起英國尷尬嘅檔案啦。喂！咁嗱，盧奇之死一路咧就係話，其實佢有當中係對港英政府係有引起相當嘅尷尬同埋係複雜性㗎嘛？究竟點樣死？佢兜離奇咁。呢度少少，唔係你淨係講嗰度係咪呢啲檔案係咪一定令政府令英國政府尷尬咧？呢度要少少解釋先，或者我就俾個注腳嗰度。因為咧呢啲檔案咧，即係呢個有成9萬份啦，即係佢大概 exactly 好似8萬9千、8萬8千咁上下，我當佢9萬啦嚇。即係呢9萬份係香港嘅檔案嚟㗎嚇，唔係英國政府嘅檔案嚟㗎。亦都唔係外交部佢本身產生嘅檔案嚟嘅，即係佢喺香港政府殖民地政府所產生嘅檔案嚟嘅，即係佢喺個公務，即係喺個公務當中而係所產生嗰啲咁嘅檔案啦。好啦，咁要一點先，朱福強，佢呢一批嘅9萬個檔案喺香港港英政府自己產生，不過就送咗去英國嘅 Hanslope Park 啊嘛。但係呢9萬份嘅檔案有冇送交過去檔案處先？嗱。即係我想啱啱講嘅 background 就喺呢度啦。呢9萬份嘅檔案咧，就係當陣時咧，佢唔係個原件送翻去啊 ，OK， 唔係個原件，佢係啲好多都係嗰啲 microfilm 嚟嘅啫。佢係喺80年代，根本呢個咁嘅香港話會回歸中國嘅時候咧，已經開始討論呢啲檔案嘅問題。嗰陣時應該係尤德爵士咧就話咧，我哋應該要將香港嘅檔案咧都有一份咧拎翻去呢個英國。等英國咧都可以，即係喺97之後都可以用呢啲檔案咁樣，可以用呢啲檔案。即係佢係一個 microfilm copy 嚟，大部分都 microfilm copy 嚟嘅。所以當時佢哋做一個 microfilming project 嘅，就將呢啲檔案，咩檔案嚟嘅咧？嗱，呢咩檔案嚟嘅咧？就係主要從1945年港英政府恢復管治之後咧，一路到1997嘅。咁呢啲檔案咧就影咗之後咧，好啦，影嘅時候咧。就好多時爭論過咧，係影咩嘢啊？乜乜咁樣嘅。嗱，之前咧就乜都影嘅。嗱，我係講1945至1997嘅咩檔案咧，就係喺 Secretary 嘅檔案嚟嘅啫，政府總部嗰啲檔案。即係政府總部就係政府最高嗰個決策機構啊嘛，係咪？好多 decision 啊咩嘢喺嗰度，咪影嗰啲檔案咧，唔係話將香港所有香港政府部門1945至1997都影啊，係嘛？哇！嗰時好多檔案，如果唔係就歷史9萬份啦。係政府總部嘅啫。咁所以呢，因為政府總部嘅檔案係最差唔多係檔案裏面最高格調啦，佢係 policy making 政策嘅討論係咩嘢最緊要噶啦。咁所以影咗好多嘢翻去嘅，唔係話因為咧佢係有啲咩嘢尷尬啊，咩嘢令到尷尬，佢唔係咁考慮嘅，唔係咩尷尬啊，於是佢先拎翻去嘅，唔係噶，佢係總言之。但係點解當時佢哋有講過話嗰個嘅喺 Hanslope Park 嘅呢一紮嘅檔案係包括咗，譬如話係港英係點樣做情報啊喺個城市啊。當然啦，你話即係前途回歸嘅討論，包括移民嘅問題，咁當然政策上係有裏面啦。但係當時嘅一路講下裏面都有講到情報啊等等啊呢啲嘅檔案喺裏面嘅喎，即係唔係淨係齋係高層嘅政策討論嚟嘅喎，即係嗰個 intelligence system 啊。總言之。係 secretary 嘅檔案啦，譬如你講啱啱一件 intelligence system 咁啊，檔案保安局嘅檔案啦，因為當時 secretary 有好多個 branch 噶嘛，你保安局咁乜局咪局好多啊嘛。咁主要嚟講呢堆檔案咧，呢堆檔案大概包括英國情報檔案啦，我都好似有個筆記喺度大概。嗱，譬如話行政會議嗰啲記錄啦，咁啊同埋關於當時嗰啲咁嘅香港嗰啲 BNO 嘅申請啊，
我哋香港嘅防衛啊，同埋一啲咁嘅財務嘅啲咁嘅議題啊咁樣，同埋殖民地報告181差唔多可以講話，哇！呢個咧就開放到追到1840幾年嘅殖民地嗰啲 colonial report 啊咁樣，都冚唪唥 send 翻上去，影咗然之後 send 去啲咁嘅 Henslow Park 嘅。最初唔係 Henslow Park， 後來搬咗去 Henslow Park 嘅啫。所以呢啲即係呢9萬幾個檔案咧，就包含咗好多項目嘅，即係你講好多唔同嘅項目嘅。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呢啲檔案咧，全部都係喺當陣時喺 Secretariat 咧唔同嘅 branch 裏邊咧揀出嚟影嘅。OK，咁佢哋影嘅時候，我就有提到就話，佢話冇考慮到咧影呢啲檔案翻去英國嘅時候咧，係咪會 embarrass 呢個政府？冇呢個咁嘅考慮嘅。但係當然呢個其中好多檔案係政策檔案嚟㗎嘛，啲嘢啊嘛嚇，一定好多機密㗎，呢個唔使講啊。同埋一定有好多嘢啦，係會 embarrass 到呢個咁英國政府，呢個亦都可以肯定。個咧就唔係主要考量係話佢 embarrass 首先拎走咁樣，咁所以咧你又要撳一撳我哋嘅期望嘅 expectation， 全部都係尷尬，咁就好開咗都未必有反應咁樣。嗱，開咗你一定只不過對研究香港嗰個咁嘅即係戰後嗰個歷史，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好重要嘅文獻嚟㗎啦，係咪？呢個唔使講啊，係咪？即係你研究各種政策，唔係話淨係想睇一啲咩，想 embarrass 香港政府嗰啲嘢，唔係喺度，嗰啲可能你揾到好少都唔出奇嘅。咁又係要喺裏面去睇，喺裏面去要揾啦咁樣。下一集會繼續討論當年殖民政府點樣將呢批檔案複製，當中發生咗嘅可疑事件，同埋作為堅守原則嘅檔案管理人員又可以做啲乜？www.whatif2046.com WHATIF2046.com 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嘅另一個可能。